就是要带大家去宏大的一间诊所做夏日美背大挑战。听了咨询师大概的说明之后，就先去换衣服啦。诊所的环境非常好，因为今天做的是背部项目，所以就不需要卸妆的部分。然后进去把衣服脱掉，然后换上医院给的衣服就行。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做背部的话，就是内衣都要脱掉哦。然后就在等候室，小姐带你去房间啦。工作人员很细心的，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帮我把 CCTV 用毛巾遮了起来，所以我就只好一直趴着等的。前面的话是先用 Lala Secret 的焕肤去做去角质，这个比传统的阿拉丁焕肤的话更加温和，所以不会有刺痛的感觉。然后之后会做一些清洁保养，就开始打蜂巢皮秒啦。各位请看我的背有多严重，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个，就是因为我的背就是已经布满了痘痘，就是没有救了。给大家看1个礼拜后回来的效果，的确是淡了很多，做一次还是有做一次的效果啦。做完之后我觉得背平的部分很赞，因为是戴森的吹风直发机，然后满满的立珠蓝让你，总而言之整个就是推推。